您大哥就是我大哥。来来，你先拿着，这2000啊，收好。等会儿，不是说好给5000吗？叶总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现在资金很紧张。再说了，咱这都超期了。可以了，你赶紧忙去吧。啊，行吧，大哥，钱的事我再跟曾总商量一下。那我先走了，等我电话。好。哎，叶总慢走啊。那我们的钱，我们的呢？哎，你们先等一等，今天出来没带那么多钱，改天啊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拜拜。这钱你们拿着吧。哎，宫女哥，你真是太仗义了，太谢谢你了。赶紧回家吧。啊，好，走。回来啦，好香啊！辛苦啦，去洗手吃饭啊。老婆，别这样，快坐下来吃饭。尝尝我做的汤怎么样？好。哇，好喝吗？这是我喝到的最好喝的汤。那你就多喝点。好。李欢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我的房子已经找到了，可能这几天就要搬走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房子找到了，房东还要收拾一下，所以过几天就搬走。为什么要搬走？孤男寡女的长期住在一起，只会让别人说闲话。再说你以后还要娶妻，我还要嫁人，我不想让别人误会。什么叫我要娶妻，你要嫁人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要嫁给谁啊？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。你在皇宫的时候，好吃好喝的招待我，你到这儿来，我也没钱招待你。我们的卡上有6万块钱，我们2个1人1半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的小说每天都有钱赚的。我把钱已经取出来了，你现在也有身份证了，可以去办一张卡，这样也方便。是因为叶家，他不让你跟我一起住是吗？和他没有关系的。我本来就独立自主习惯了，做什么事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。当然了，你也一样。我从小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之前我们没有钱，才迫不得已住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有条件了，就没必要将就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还是我搬出去吧，你就还住在这儿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自己去找房子。这钱我不要，我有能力赚钱。
哎，我说哥几个，今天没闷着啊！来，都开起来玩！来，开起来！李欢，来一起跳舞啊！你们跳吧，我不会。没事儿，走吧。我真的不会。大哥，嫂子怎么没来啊？不是说好一起来吗？他今天有事情。哦，那你跟我们一块跳舞去啊？走啊！你们去吧。对啊，真不会。还古行了墓派的。，我哥哥是来自星星的，他要说不会啊，是真不会。那行吧，走，行吧，去了。来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没事。刘强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一会儿。有事你喊我啊。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吗？朕要出宫。出宫？那一期，洗手间在哪？洗手间在前面右转就到了。他猛然回头，是迦叶。迦叶挣扎着的身体摇摇晃晃倒下，背心插着一支利剑。迦叶的面色白如金纸，他的心破碎成一个大窟窿，仿佛能听到血和骨肉的碎裂声。他奔过去，跪在他身边，用尽全力抱住他。迦叶，迦叶！妙莲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回去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
你这个贱货！人你事儿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我打死你！你个贱货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叫你滚一边，老公！大姐，打死你！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是什么东西呀你？啊！住手！这不是姓周的那个大富豪演的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喂，峰峰，什么事？喂，你大声点。救我！我这边很乱。老公，你个小三儿，我鞋！我待会打给你。喂，不要打了。好了，这样的人以后别打了，谁娶谁倒霉。够了。大姐，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大姐。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继续玩吧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滚！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120吗？我送他上去吧。好。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咱们去花园走走吧。就坐这儿吧。
想哭就哭出来吧，这样心情会好一些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也不要再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谁还没有难过的时候？哦，对了，我看你的胳膊。 都是我不好。没事儿，这还没有剧组打的重呢。我这有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怪不得叶波说你是个外星人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这是创可贴，贴上它以后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哦。好了。谢谢啊。 也不知道叶波到家了没。芬妮啊，其实我兄弟这个人吧，他就是孩子气，再加上今天心情不好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他是非常喜欢你的。我不怪他，真的。任何一个男人看见今天这种场景都无法忍受，更何况他家族毕竟特殊，万一要是上了头条新闻，真的，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糟糕。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己做主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家里对他非常严格，而且他跟我在一起也需要很多勇气的，所以我希望他好，你明白吗？其实这都是我自作孽不可活。所有男人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女人冰清玉洁吗？ 我不会怪的，芬妮啊，你要始终相信，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。谢谢你，李焕。谢谢。没事儿，你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呢又是灿烂阳光的一天。你这么说，我特别高兴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去趟北京参加活动。 那我们记得常联系啊。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妙芝，皇后。 李欢果然偷偷回来探视了。最近出去有什么收获吗？我们在莲花山大天坑附近挖掘了一具古代女尸。停车！师傅，停车！贱男人！对，我贱，我傻，我二，我神经病。好了好了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。